平时啊，不是车无唔对啦。哦，这悬啊！啊，你飞落去唔做趣味啊！有趣味对。平时啊，对啦，我再甲你讲吼，即摆你徛咱遮站站，我即摆放客客，而且若叫你飞落的时阵，你就飞落去。到时阵哦，准就要飞，唔通惊哦。我知，望就客客吼，别惊吼。免惊。你这个教我哦。你这个教你。准备好啊哈。唔通惊吼。别。这是啥物货啊？这是人哦，唔知好食未？这食看来。真好食呢，我要去食。唔知还阁有无吼？遐有，加个甜。奇怪啊，这什么水果啊？食到清新才好。都袂歹哦，都有水果食。心情都休困咧，下面都找花样有无？无人甲叮当，哪会开过会关？过呀！唱啦！拢找无收边啦！我准备去倒呀。找我老公。拢找无啊，我走倒去啊！那你同学也是要安怎？阮孙若无落去叫阮孙仔吼，阮孙仔就安尼戆呆过一生啦。是，我是嘛是啊。
见老君。师傅，礼多必在，免礼请起。老君，我唔起来。你唔起来，跪你咧跪，我脚也袂酸，你去跪嘛。老君，求你解救东华师姐好。是啊，师傅啊，孙亚实在是真可怜呐，伊安尼戆戆呆呆安尼。对啊对啊，师傅啊，好，伊讲啊，敢若像一只虎的咧。讲啥物啦？我就有影了。是福是祸，恁师兄过着戆戆呆呆的日子，内心平静快乐，伊也袂甲人争权夺利，有啥物唔好咧？师傅啊，啊你难得有这样漂泊、这样英俊的迄个土地，后像安尼感动安尼戆戆呆呆，像你甲讲的，你唔去救伊，你敢甘？这是天意，我也无法度通救伊啊。啊，师傅啊，你就会晓讲啥物天意天意尔啦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换一句啊啦，你讲一句。是啊。啊。老君，我求你，你救东华，莫互伊过这种戆戆呆呆的日子好。无但，为什么你要倒转来呢？禀老君，本来牡丹是要减凡间，甲东华做伴，但不过我实在不忍心看伊安尼这么戆，所以倒转来求老君你想一个办法解救东华。无但，你起来。老君你若唔答应，牡丹永远唔起来。无但，你这是要我老虎头正是？老君。会当讲，你千万唔通起来，阮师傅这种人哦，就是安尼对付伊啊。我想也是。恁两个要做法来是？师傅，你若无爱救东华孙啊，我若无爱起来。对，我嘛要跪咧。我到底做唔到啥物代志？为了恁东华师兄，我已经有到头条。今晚换恁两个。师傅，你普通是教导阮，叫阮修道爱斩除七情六欲。对对，以前就会教，伊就我为友，为恁所活，为道而不死。现在，即摆阮遵照师父的教导，违反恁律法，违反恁的律法变律法。这，师傅，你毋是迄种见死不救的人。对对，我嘛安尼想啊。哎呀，恁真是毋捌代志啊！老君，我求你答应阮好。老君。救东华毋是我一个人的代志，我毋是有甲恁讲过，必须要经过王母娘娘啊。老君，只要你若答应，一切拢无问题。是啦是啦。这，无但，这是天意，咱袂用个违背。娘娘，东华师姐梵天鬼已经被拍入凡间，转胎成人，何必再搁互伊受这种痴呆之累、世人之辱？这种处罚，安尼敢毋是伤过重？无但，你连娘娘面头前，敢有替伊求情的份？是，无但治罪。无但，太上老君已经答应你，你何必搁来求我呢？是我有答应过你，也毋过是老夫的功力不足。老君，你太客气了。九转简单是用番桃仙酒调配，是用我的丹炉成火炼成的。佮再讲，要食我的金丹，必须要定时定量，有法度通气毒、增强功力、重生本能。也毋过，若食伤过济，会反出太和，论毒利脉，优胜逆流冲天。迄个时阵，就会冲破脑髓，变成白痴啊！所以一定要来外公相思，安尼才有法度恢复伊本来啊！老君，啊，剑龙河东，在你先落去。是。清清无单，退下。是。老君。咱就照天意行事，互东华师姐以凡间受20大板，都会用原本还原。那安尼真好。娘娘，你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教。老君，请讲。天庭一向真平静，唔知是安怎，最近感觉悠悠不安啊。
老身嘛是有同感，无但一心挂念东华使者，青青嘛心神不宁，火气正大，唔知是啥物道理。看一眼，太上老君一定知影我是偷走出来。我看是某个店的天庭，也是走来还间较好。做好食的，哇，做好食的，煮起来迄甜苹果吼，现在做好食做好食的，飞哦，飞哦，李姐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拄则真是会晓飞啊呢，也毋过吼，我飞了无哪偌好。煞跋入一个山坑内底呢。李姐，你当时搁带我来去学飞好无？做个算的呢，带我去学飞啦。李姐，我带你来去学飞啊！多谢李姐，多谢李姐。也毋过这代志吼，别甲别人讲哦，若甲别人讲就无效啊。唔通甲别人讲啊？我知，学飞哦。听讲你外话做一个梦，讲啥物因祖先托梦予伊，咱注意时长前的石狮。如果若发现石狮即讲老话，就怕咱全村的查甫人全部离开，若不会死了了啊！有这款的代志，无可能嘛，石狮要哪会流血的？差啦，平时啊，起起来。我李姐啊，平时啊，是姐夫带你出来佚佗。这么暗哦。哎，戆大胆，愈暗才愈好佚佗啊。真是的哦。当然真是的啦，愈暗愈好佚佗。等你来大汉的时阵哦，你就知影。李姐，兵你即摆已经有够大汉啊。哎呀，好，卖啰嗦，起开就起来。我想啥吼？起来。起来啦，变急啊！你起来。记不记得？无，我拢会记的。真是会记。哎呀，就这只。会记的吼，你去画。爱画哦，画互你这看。我爱画。不见了我啦！我可能就太老火样呢，你别看着我呢。
啊？再想这么的代志。我有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，你来做主看看。你家啊，就像老妹无看，有无？咱你即马别乱闹啦，咱的祖先啊，早就有甲咱指示啊啦，你即马紧转来去吼。遐查甫的人啊，一定要离开他乡去，离开这个所在百里之外。要若有亲戚住亲戚遐，若有朋友住朋友遐，要若无住喺庙街住庙也无要紧，好，啊，就知影无？就安尼无免啦。丹东，在。师傅有啥物代志？你去摕药王子出来。是。今仔日东华会变成这个下场，无一定是药王子伫咧作怪。师傅，你看。唔免看，我知影，药王子已经走去啊，对唔对？启禀玉帝，药王子已经不见了。好，药王子不见，已经有偌久啊？罗君惭愧，唔知药王子已经失了偌久啊，请玉帝开恩。是有明白。老君，你只要速速对付药王子就可以。感谢玉帝。老君，是安怎匆匆忙忙的？娘娘，药王子已经死了，玉帝命我对回药王子。果然有此事。娘娘是啥物意思？老身发现，宫中有玉王子出现影像。搁伫姚丽宫。宫中的官道神酒，互人偷吃真多，可能玉王子的法力已经真悬了。侬赶紧去抓倒转来。且慢，玉王子互老身发现了后，早就警觉，甲往包围。啥是遐尼可恶？玉王子本来就是天地万物的接拍，怎会袂可恶的？人来要安怎？玉王子若走入凡间，百姓就凄惨。老君，启禀太上老君，玉帝有旨，讲玉王子已经逃入凡间去了。我知影，在下告退。既然水落石出，老身爱回宫去了。上娘娘。师傅啊，咱这样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赶紧下凡追回药王子啊！师傅啊，咱要倒来去找啊。我想看卖。师傅啊，你免想啊啦，我有一个所在，咱先来看书影好无？哪会安尼子？应该是成功立师，哪有咧成师立功？师傅有理。师傅啊，理是归道理啦，不过大家拢嘛生疏后讲。我想嘛是啊。李东斌，在这个书桌上，小西一讲流血，是你画的吼？是啊。装神弄鬼，
扰乱民心，你该当何罪？争心弄鬼，扰乱民心，应该拍伫大牢吼，等候处决。到底什么人所处理？请讲。无，大丈夫一人做事，一人担当。大胆，在这公堂上胡言乱语。来呀！来！下来拍人的大棍。李东平，会听袂？哎呦，我足听呢。会听真好，会听真好。既然若是知影听，就紧照。对啊，紧照，应该大人照。你听还听吼，照还照，大丈夫讲唔照就唔照。啊！这个大丈夫唔照就唔照。来呀！我在下来拍你人的大棍。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合家来观赏到吕洞宾。吕洞宾的故事是愈来愈精彩。吕洞宾的阿公吕官，伊所望专庄会灭亡的代志，敢会发生？洞宾受到恶疾的陷害，甲石狮来渡红。洞宾的儿媳伊搁去报官府，官府判洞宾装神弄鬼，故意妄日的洞宾心思会被判处斩的。太上老君所讲“天外有天，仙外有仙”，专门汇集到7情6欲的玉皇子，伊走出去啊！这个玉皇子天庭众仙都无法度来甲制服，伊搁走喺凡间，伊会惹出到什么代志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合家来观赏到吕洞宾。